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跟我一块去运动啦！别闹了，你那个我真的没办法，你太厉害了。因为不是3铁呢，就是马拉松，不用晒太阳的运动呢，我比较有兴趣。说到太阳，太阳呢就叫做 Netel， 太阳就是 Netel。那么不用晒太阳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大保龄球咯。大保龄球这个我有兴趣哦。保龄球就是保龄球，这个可以达到运动目的，而且呢还可以吹冷气呢。我就知道这个适合你，但是我担心的是你的速腕会受伤，要特别的注意。你说的速腕呢，就是手腕了，别担心，因为呢我会做暖身运动，我会小心的。那如果我们要教大家呢，怕太阳晒可以打保龄球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强热跳塞，做对打保龄球。强热跳塞，做对打保龄球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，我们带大家试试看，不用晒太阳就能够打保龄球。怡姐在飞场里头吹冷气真的很不错，都不用晒Netel。真的不过来到这，不如我们去打一场保龄球吧。好我好久没有打保龄球哦。不过不好意思哦，我昨天呢速腕受伤了，你要让我。借口特别多，走啦。你刚刚不是说你速腕受伤吗？选球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那我用这个好了。好啊。如果不是我速腕不舒服啊，我真的觉得打保龄球还不错还敢说速腕不舒服，成绩都比我好了。不过我觉得没有晒到 Netel 啊，我觉得什么都好。真的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打保龄球的。别这么说，我只是运气好，你才厉害呢，毽球超强的。下次我们再去 PK 咯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不过今天先别聊了，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，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怡姐很会打的保龄球。保龄球怎么说呢？保龄球，保龄球。保龄球就是保龄球了。而且打保龄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晒太阳咯。这句话呢，看到太阳就是 Netel，Netel 就是太阳了。其实打保龄球要小心手腕的部分，手腕就是速腕。速腕就是手腕的意思哦。那么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呢，就是怕太阳晒可以打保龄球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强热跳塞，做对打保龄球。强热跳塞，做对打保龄球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就带大家怕晒太阳的人一块来运动运动喽。我们下次见。